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港之港第37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迪士尼站。迪士尼站顏色為深綠色，位於大嶼山竹篙灣填海區，於2005年8月1日通車，係3個只有一個客用月台嘅重鐵車站之一。迪士尼站採用維多利亞時代風格設計，設備及裝飾亦仿照19世紀嘅格局，以配合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設計。月台冇設置空調，為咗確保通風充足，呢個站同欣澳站都設置咗月台閘門。月台預留咗綠卡列車嘅空間，等需要時使用。迪士尼站嘅售票機同八達通增值機都位於車站建築物外牆，而出入閘機同客務中心位於出入口之處。迪士尼站只設有一個出入口，為往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 A 出口。迪士尼站附近只有迪士尼樂園度假區，冇民居。呢個站嘅使用者主要係迪士尼樂園遊客、樂園酒店住客同樂園工作人員。雖然附近有巴士線，但由於班次疏落同行車時間較長，同迪士尼線採用富有特色嘅車廂作招來，大部分人士都選用港鐵出入樂園。今日迪士尼站的介紹就完到這裡，下集我會講機場站，未完待續。